各位聽眾，大家好。今日為大家慢慢講一講深圳灣口岸一宗私煙案，同埋大家可能關心嘅電子煙最新管制情況。香港海關昨日4月17日透過風險評估同情報分析，在深圳灣口岸截查一輛入境私家車，經檢查後，關員在私家車嘅車頭泵把內檢獲8520支未完稅香煙，估計市值約4.2萬元，應課稅值約2.8萬元。該名52歲男司機被捕，因為利用跨境私家車進口未完稅香煙，違反應課稅品條例。今日4月18日，在粉嶺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3個月同罰款1000元。海關歡迎呢個裁決，認為監禁判刑有相當阻嚇作用。海關提醒大家，根據應課稅品條例，香煙屬應課稅品，任何人若進口、處理、管有、售賣或購買私煙，即屬違法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罰款200萬元同監禁7年。呢個應課稅品條例其實好早就有。香港海關自1916年開始向煙草止稅，之後逐步完善管制。呢個條例主要係為咗保障政府稅收，因為香煙稅係政府重要收入來源之一。近年因為跨境往來增加，私煙案件亦多咗。海關喺深圳灣、落馬洲等口岸經常截獲藏喺車頭、泵把、車門或者行李入面嘅私煙。好多朋友經常來回深圳，可能會問，到底邊啲物品係常見被扣留，但大家以為可以帶嘅呢？最常見嘅就係香煙、私煙、未完稅香煙，一直係海關重點打擊對象。入境人士可以帶少量免稅香煙，通常係200支以內，視乎最新規定，但超過限額或者未完稅就屬違法。即使你以為自己食或者俾朋友，海關都可能扣留並檢控。除了香煙，另一樣常見被扣留嘅係另類吸煙產品，例如電子煙、煙油、加熱煙等。呢類產品如果未有向海關申報或者屬違禁品，都可能被扣留同檢控。關於電子煙，香港管制已經好嚴格，進口、製造、售賣為商業目的，管有電子煙、煙油、加熱煙等已經全面禁止。自2026年4月30日起，在公眾地方管有，即隨身帶住。另類吸煙產品亦會違法，包括電子煙、煙彈、煙油、加熱煙支等，即使只是帶住，未有使用，都屬違法。罰則方面，管有少量，例如不多於5個煙彈，或5毫升煙油，或100支加熱煙支，可被罰定額罰款3000美元，一擊即罰。管有多於指定數量或重犯，最高可被罰款5萬美元及監禁6個月。訪港人士同本地居民一樣適用，冇豁免。建議大家如果有電子煙或相關產品，最好喺4月30日前妥善處理，避免不必要麻煩。其他常見扣留物品包括超過限量嘅酒類、未申報嘅肉類或乳製品，因為內地有嚴格檢疫要求，大量現金、超過指定金額需申報、假冒名牌貨品、未經許可嘅藥物或者保健品等。近年回深圳人多咗，好多人都習慣帶啲手信或者日常用品，但如果數量太多或者冇申報，就容易被海關截查。海關設立呢啲規定，主要係為咗保障稅收、公共健康同邊境安全。私煙同未完稅品會令政府損失收入，同時廉價私煙亦會令更多人容易接觸煙草。聽完呢單案，大家可能會覺得跨境帶嘢要特別小心。其實只要遵守規定，申報清楚，就唔使擔心。平時如果經常跨境，最好事先查清楚最新限額同規定，或者問清楚海關熱線，避免無謂麻煩。總括嚟講，呢單私煙案提醒我哋，法律規則係存在嘅，
大家留意一下，可以避免不必要嘅麻煩。如果你喜歡呢類關於香港新聞同日常生活提醒嘅內容，記得訂閱本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唔會錯過最新報道。以上係關於深圳灣口岸私煙案同電子煙管制嘅報道，多謝大家收聽。